即係大家 BNO 香港人對於即係而家嗰個改動，固之然認為好不能接受啊，要大家爭取點樣去維持翻原有嘅申請永居條件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有一啲佢哋唔符合 BNO 資格喺香港過到嚟英國咧，係以政治難民嘅身份咧喺英國申請緊政治庇護嘅。咁根據呢個移民政策嘅諮詢文件咧，佢哋嘅居住年期嘅要求咧，要由5年增加到去20年嘅。咁對於呢班即係政治難民嘅手足嚟講咧，其實係好災難性嚇，因為二十年咁漫長嘅時間期間你要不斷去續期你會面對一啲好不安、不穩定嘅狀態對於你嘅生活學習人生規劃都帶嚟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就係話要求英國政府去履行佢嘅道義責任嘅時候咧，應該要照顧埋呢一班佢哋雖然冇 BNO 係申請緊政治庇護嘅難民，佢哋都係嚟自香港，而且當中咧有好多係年輕嘅手足，佢哋為香港嘅民主犧牲咗好多即係唔好令到佢哋被遺忘嘅一群咯咁我希望即係大家 BNO 港人咧喺爭取自己嘅權益同時咧，亦都可以為呢一班即係政治難民嘅手足去發聲咯。